新北市长侯友宜即届请假去选总统选无调，民众发起要甲罢免的行动。侯友宜嘛甲市民会失礼，强调讲会加倍来拼市政。若罢免侯友宜的网络社团，目前已经超过7万人。若要甲罢免，同意票至少就要82万9000多张。其中有28列是给3义县。 剩下4列是未来延伸8的用的，好，所以就是透早就宣示三平线3级机场，国民党侯友宜败选了后，马上恢复市长身份，上班走市政，佮为请假选举向市民会失礼，强调未来伫市政会加倍奉还。我要在这里给新北市的市民说一声抱歉，未来我一定会加倍奉还，全力以赴，让新北市的建设永不停歇。 下午是去设置顺势东行路穿过国道工程，强调为护用路人行车安全，时间要较注意。市政行程满满，侯友宜用实际行动加倍奉还。只是面对败选责任，也强调伊一人扛。怕不要无搞，没有办法完成胜选政党轮替嘛，所以我是要负起所有的责任嘛。 不过，民粹社团也要发起罢免新北市长行动，而且社团人数已经超过7万人。 因为他在新北做得不错，你反对吗？对，支持吧。对啊，代职参选。这摆总统大选，侯友宜在新北市摕到86万票，甲2022年市长选举115万票，减少不少。根据规定，罢免砍山除了同意票要高过无同意票，同意票要超过原选区选举人总数75%以上。若要成功罢免侯友宜，至少需要同意票82万9130票。面对罢免的声音，侯友宜今年继续勤走市政，希望找回市民的信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